花莲马太安溪又过新的崩山潭，下晡1点40分，水填出来到水尾，光复乡是直接的时阵也停班停课。高雄有查甫当机人，甲情人囝扣到甲变做是实惠人，检方依照新修正的刑法加重罪行，求处10年。老母亲照顾脑性麻痹倒伫病床后生50年，煞甲急死，法官判刑2年外，也坚请总统特赦，总统副讲未介入司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1月13日新闻，我是嘉豪。讲到受到这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呢，这花莲地区是落大雨。林保署今透早呢，就请人用这个无人机呢去空袭这马太安溪的崩山潭，想袂到又搁发现到另外一个崩山潭，怀疑讲是今透早崩山所造成的，以致红色警戒。一若讲到这个新的崩山潭呢，若准甲地甲甜是100万吨的水量，煞是提早伫咧下晡1点半时阵流出来，1点40分的时阵就到水尾，溪水也变甲真错流。正加在这林保署早起已经要求这溪保的施工淡基区就要撤离。另外，行政院会今仔日也通过着马太安溪崩山潭在后重建预算270亿，送立法院审议。啊，真的变很大呢！土沙水沿着马太安溪流落去，明显会当看出水流量渐渐变大。最为特别因过马太安变道关道，因为林保署监测马太安崩山湖，13透早阁发现新增加一个崩山湖，继续红色警戒。伫下昼1点半发现新崩山湖开始溢流。1点44分的时候，水来了，上面那边如果水再大的话，还是会再淹过来啊，还会再淹进来民立这边哦。确定在大概1点40的时候，第一波大水就到了。那因为现在我们没有办法，天气不是很好，没办法上去空拍那我们应该怀疑它应该是那个提早溢流。新崩山湖有高标悬1000公尺，面积上大7.6公顷，原水位蓄水量100万吨。原本预计下到4点溢流，林保署早起已经要求河床施工淡基区撤离。官府也宣布光复乡1点停班停课，想袂到溢流提前2点外钟，河道水位开始升悬，土沙水拼落来。请村民禁止进入灾区。万影乡明利村的部落青年自发性协助管制，警员骑机车拿公布，唔通随意走去受灾区域。原先要疏通主要另外道路花45线的工作，先暂时停止。可以看到，这个货柜就直接卡在民宅上面。这个明利村的低洼区域呢，淤泥还是淤积的很高。看病啊，像那个有慢性疾病的啊，不方便的，像我没有车子啊，我这一个电摩，我怎么爬上去？当然是人身安全优先。我们现在在抢通的是那个花45主要一样都一样，都一样都停止。另外，顶摆东财区光复乡中央还未解除红色警戒，不过县府宣布13开放上班上课，引起不少民怨。现在都是很麻烦，要出门也不是，不出门也不是。到10月22解除这个红色警戒，但是在10月14恢复上班上课，其实这也是红色警戒。所以在这一次，在今天的部分，我们其实一直在思考，是不是应该要组成堰塞湖的专案小组。行政院会13也通过马太安溪灾后重建特别预算，佮应用风台灾情，新增水利设施等20亿，总计270亿。主计总处表示，特别条例上限300亿已经预留30亿，做随时检讨执行，会尽速送立法院审议。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咱来看到家人这雨共款是落袂停，在一条河街附近呢，就这落高麦啊流落来，民众也烦恼讲这后壁的山夹就会崩，是因为讲这后壁呢有一块私人土地，内面有一窟较大窟的窟仔，内面拢是水。那这家人市工务局今仔下晡也去到现场会勘，市政府解说讲这是一个内陆湖，有甲国土署争取2700多万，要来做沟啊加强排水。工程人员出动机具，规路甲山坪边超过1人悬的杂草树啊铺的，总算开一条路出来。看到后壁正落的污水，13下晡基隆市工务局规大灯去调好街边的山坪，是因为前2天的这个情形。黄水冲来车路，占4线道，工作人员赶紧蹲沙包。受到热带性低气压甲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这几天拢落雨。中正区调河街出现透明沟仔水1楼，对查原因都伫遮。今天勘察之后，其实
它的整个的周边的林相跟地质状况都非常的稳定哦。那所以基本上技师这边也建议说，这个内陆湖的它的下游的排水的状况要顾好。经过了解，这个内陆湖是私人土地，经过当地调阅资料，发现是为2024年3度2风台控水风台进程就有啊。具体原因还佫调查，不过因为水尾都是社区甲病院，所以民众真关心。我很担心。怎么说？就因为陆续一直在下雨，然后下的又太过于频繁了。我现在都没有任何的消息，也不知道说是怎么一回事啊。就希望赶快跟你们讲怎么办，对不对？对啊。民众希望带了安心，因为伫前几天，捌引起外界关心的花莲马大安溪棒山湖危机重演，市政府紧急回讲，这是内陆湖面积差真济。它的面积大概是700平方公尺，跟花莲的137万平方公尺的一个面积相差了大概2000倍，所以我想它的对城市的影响应该相对比较有限。目前现场环保局已经有做临时排水设施，加水量引起调河大排。市政府各向国土署争取新台票2775万的经费，规划新设3大水沟，加强排水，降低危险。记者采访报道。来关心这既然所因为落大雨出来做大水，灾情真严重，人家厝店家学校拢受到损害。因若针对学生的部分呢，教育处讲会来负责，明仔载会甲因复原。因若行政院的政委桂连成今去到宜兰关心灾民，当地镇长是希望中央会当设一个拨款的口子。这拄到以下刷去户外，各种物件、甲走廊拢占条条，教室内面嘛是乱糟糟。整个塑胶地板就全部都毁坏，包含我们隔壁也是。器材拢散伫涂骹，地板浸水浸甲歹去。宜兰东山的武园国小拄着做大水，中是淹甲要100公分。再后开一天的时间，清出一大堆粪扫踏满学校的门口。国小勉强会当复课，但是附设的幼稚园目前未复变了。今天要上课的教室先行整理出来，然后能够让孩子今天很正常的一个上课。但是幼儿园目前积水就是还没有完全清除，所以我们今天幼儿园是停课的状态。同款受灾严重嘛，伫所有镇的所有国小，虽然学校搁要当复原，但是13开互正常上课。真侪学生有来学校，但是因的册包拢是涂刷，嘛有人是空手来，因为册牌啊、课本也是破纸，拢伫灾害内面无去啊。缺漏的这一些书籍，我们都会来补助学校，来协助这些学童来做购置。还没擦，还没时间清，还没清理到这里。用手回过去拢是涂刷，这场大雨互所有是浸伫水内，毋但是学校真惨，徛家店面拢同款，商品东倒西歪，塌伫涂骹，造成你的器具拢歹去，业者无奈损失真惨，了100万甚至1000万的拢有，中讲甲要耗出来。所有财产拢当作粪扫甲处理掉安尼，你看有惨。若要损失算真起来，应该开课要超150万。泡过水的东西，我们就不要再给客人，超近千呢。就算更较伤心，灾民嘛无得停，持续整理家园。捌伫花莲讲好灾情，去当地指挥的行政院政委桂连成13嘛出现伫所有，来关心遮灾后的复原进度。院长非常关心。那希望我能够来再看一下。按照这个花莲经验来看的话，你们的整合性比花莲要好。所有的复原状况，管府是拼10时会当甲当地初步来完成。镇长嘛说明讲，目前无欠救灾的人力，是较希望争取募款专户。是不是可以为我们这一些受灾户来成立一个这个募款的这个账户啊！过15年，所有阁拄着做大水，互灾民是真痛苦。希望未来莫阁重演淹水的噩梦。记者综合报道。敢是因为就是情人囝安怎拍都拍袂停咧？这个高雄市呢有一对4岁含9岁的兄弟啊，9月时阵呢去互这老母的当机人苦毒，其中4岁这个查甫囡仔呢因为闹着伤，变做是失物人交代，还阁倒伫病院。经过2个月调查，高雄地检署13侦结起诉，按照7月新修正的刑法286条，对这个苦毒囡仔姓郑查甫人求处动刑12年，也是全国头一个使用新法的案件。
检警甲社会局人员做会听医生解说囡仔病情。高雄一个4岁查甫囡仔毋但脑重伤，身躯顶也有真侪大伤痕。高雄地检署调查发现，互苦毒的是一对兄弟仔。囡仔老母的当事人姓郑查甫人定拄拍囡仔，两兄弟仔一柄刷甲规头骹，互处罚。小弟仔不服管教，嫌犯竟然甲伊拖去弄壁。囡仔花艰苦3天，阁无随送病院。即阵囡仔已经真做食不人。13检控侦查结束，对嫌犯求处动刑12年。依高一儿保医疗中心医师就被害人伤势之报告，可认被告长期凌虐2幼童。本属检察官建请法院从重量处有期徒刑12年。因为小朋友他们又不会自己讲话，但是这样子就是有可能小朋友就这样子断送年轻的生命了，所以我觉得这样不够。检控调查，其实两兄弟仔对2月开始就定拄带伤去上课，老师感觉奇怪有翕相记录，不过煞无即时通报，一直到9月囡仔送病院，代志才闭空。社会局表示，4月弟弟也伫病院治疗，9月哥哥送去安置，若是幼儿园真正有延误通报，因会追究责任。那我们会进行查证，然后也会请幼儿园说明。那如果他确实是延迟通报的话，我们会依照儿少法进行裁罚。好，那罚款大概是6000到6万块，看他的情节的状况。进前因为开案件，立法院7月定修法，加重凌迟囡仔刑责，只要苦毒囡仔拢是10年起跳的有期徒刑。高雄这件是全国头一件用新法来起诉的，不过也是有民众感觉囡仔已经变食不人，敢若求处12年受过轻。记者柯家朱照用高雄场报道。行政院会今通过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案，修正这早期犯罪造成被害人财产金额对500万降低到100万，鼓励嫌犯成人或者是自首了后6个月内，甲被害人和解全部金额，甲纳付了后，这纳付了后呢，法院才会当来裁定敢要减轻罪行。泰铢集团进前爆发下国诈骗案，那防查出有福业厝名车，连子公司天旭国际嘛伫台北101有设一个霸骗的招待所。台北101的董事长高永济发声明回应讲，台北101无公权力去查厝卡的背景，发为政府斗3天来监管。为了防堵诈骗，行政院会13通过早期犯罪危害防治条例修正案，针对高额的早期犯罪提高法定刑责，加速严定重罚。很好啊，这样才能预防更多人被诈骗。不管诈欺的金额大小，只要有这个意图的话，不应该就是要罚重一点。这个修法是好事啊，至少已经有开始进步了。针对金额较悬的早期犯罪，诈骗金额超过1亿的，会面对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上悬会当做伙罚5亿的罚金，而且甲财产的条件对500万改做100万，而且鼓励犯罪的行为人，若是伫自首自备6个月内，纳付被害人和解全部金额会当换减刑。在整个诉讼上，它有可能会产生一个诉讼延滞。那甚至有些被告他就假欲西域的说和解，那来赚取到获得法院的一个减刑的宽点，但事实上他后来呢又不实质上的履行。修法嘛加定禁止车祸的条款，比如伫还未行诈骗金额进前，若是买名车还是生活有超过1万人的车祸的行为，拢是法院量刑的标准。金管会嘛设立金融防诈法制机构，包括建立技术早期被害人保护机制和下业教育机制等等。比方说，像民众他先前把款项汇到了这个警示的账户，当警方把这些名单提供给金融机构的时候，金融机构呢就能够加强对于我们民众的一个保护措施。也许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政策施行的时候，一段时间，也许3个月，1季，是不是做一些滚动式的修正？学者认为讲，政府成立打诈国家队，积极打诈，应该各部会拢开始透过整合和整体规划的方式，才当提高打诈的效果。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有一个80岁老母亲照顾脑性麻痹倒地眠床的后生，照顾50年啊，落尾煞甲这个后生来挟死。法官一审甲伊判刑2年6个月，不过建请总统甲伊特赦。卫福部长赵忠良今表态支持特赦。那总统府是回应讲，会继续强化中教，避免类似悲剧再发生。那个案还佫伫咧司法庭司未去介入。北市一位79岁老母亲照顾尻床的53岁后生，112年老母亲确诊新冠肺炎爱隔离，烦恼无法度去照顾，最后发生人伦悲剧。一审法官考量伊辛苦照顾50年，心中拢一忝啊，判刑2年6个月，佮建请总统特赦。卫福部长赵忠良也表态支持。长照是您的责任，请问部长你怎么看这个案子？你支不支持总统特赦？
我支持总统特赦。对于这个照顾者的支持，这些替代方案，我们要做得更多。律师分析，大赦甲特赦拢是总统专属的赦免权，大赦是对中国城的特定罪行，无追溯也无执行刑罚。特赦是免刑无免罪。咱国历任总统伫过去有8摆特赦记录，以前总统李登辉任内，特赦比雷岛事件受刑庭特赦人数上侪。司改会指出，过去呼吁爱特赦的对象，主要是从冤枉罪甲。这个被告其实是一个高龄者嘛，那他确实也非常辛苦，所以这个是制度上在操作上，除非你去修法，否则短期间之内就法律就走到这个地方卡住了。司改会讲，司法有业极限，这件照顾者人伦比较，更加凸显制度问题。面台指出，根据媒体已经报道的10年来，几啊件长照人伦比较，当年平均有8件，显示并不是个案。整合医学专科医师孔冠富表示，台湾引进的长照模式，多数载体服务、家访服务，不过资源集中才会当互照顾者休喘。未来要以照顾者为核心来打拼。真的要再思考到照顾者，我们该怎么照顾他？哦，你今天拨补任何的预算给他都没有用，你没有给他实质的这个照顾体系，他就没有办法办到。针对特赦呼吁，总统府回应，深深关注长期照护压力所承受的沉重负担，会继续强化长照支持网络，避免类似悲剧。个案目前伫司法定序中，徛伫尊重司法独立，未解伫个案会看司法定序完成了后，才做后续的问题。公司新闻采访报道。台北有一间米其林指南推荐餐厅，标出就是案记录。有民众车到去用餐厅后，过当讲是吐骨头，甚至有人发烧。业者今日表示讲，有甲相关的食品送检，要请人进行消毒，等待台北市卫生局的实在化验结果。我们当然不能太主观的去判断说一定是什么原因，可是我们现在多方面去追查，因为其实我们的态度一定是比客人更担心。我们会先盘查说，食物的部分到底哪一个环节出问题，不管是原物料商，我们也跟他们做沟通。卫生局表示，在接到民众和病院通报，伫一间餐厅用餐出现吐骨头的情形，遂派人去稽查，有查到冰箱内面实在无含等等的缺失，要求十九进行改善，要加这实在的检体送检，若准是食物中毒，会依照违反食安法，罚6万以上2亿以下。继续来关心这彰化文雅铁幕场逼出着薰普尼鸡卵事件了后，这个薰普尼呢是一种的杀虫剂。彰化县政府今仔日就公布第3届的采检结果，有关有人验出着这薰普尼的代谢物已经超过标准啊，继续的做是关节暗场，也甲所有人拢先封存起来。检方今去到现场抄，也甲这负责人带登去调查。一开始呢，这食药署认定是个案，竟也无排除讲有搁较侪案例。彰化县政府10日起到文雅铁幕场，搁一摆封存采样相关检体和样品，拢总25件，13结果出来，嘛是有一件样品验出薰普尼代谢产物0.045 ppm 的残留，这嘛是这对10月27以来第3摆验出有残留反应。持续管制，每日派员进行这个鸡蛋的清点，并封存在畜牧场里面。彰化县政府持续管制监控，清查封存这个厂的样品，但是薰普尼到底是对倒位来的？彰化县动防所初步排除4颗内的环境和饲料受到污染，但有无检体直接验出薰普尼？研判场主是直接把这头汤药喷伫鸡仔身躯顶，但是场主否认。彰化检调13嘛，把场主带登去调查。于今日进场搜索，全面采集检体送验，检察官并查扣相关证物及药品送鉴定。负责人等由执行机关带回接受调查。国内爆发饲草卖卵是残留薰普尼，食药署伫代志一开始是认为是个案，并无扩大抽检，嘛引发立法院拿力的批评。有立委讲，过去7年随机抽检4232件，敢若一件出现残留，都定调讲是个案，实在是伤过凊彩，应该扩大调查。食药署解说讲，个案讲的是目前尔，无排除反向有搁较侪案例。假如芬普尼持续存在，我们要做这件事情。那因为我们验了从107到现在4282次没有验到1次，表示它的风险，它出现的次数并不是常态的。
敢是要扩大调查小数无明讲，中华在地两农士指出讲，连续3摆拢连两片内面验出有芬普尼的残留，但是环境却无验出来，推测饲料内面可能放加入头糖药，嘛可能唔拿一件安尼做。要给鸡吃，它应该有一台混合机。如果要采有没有，其实这个机器上面就可以找得到。说真的，没有被验出来，大家都说没有。这世上有没有，大家都心知肚明。加上讲，若是直接伫鸡仔身躯顶喷药啊，环境嘛有可能验出残留。因认为是加伫饲料的可能性较大。这嘛显示这个场的饲养环境条件无啥好，不过实际状况嘛是搁要等检调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防止非洲猪瘟，行政院会今宣布，在月初6开始，若准寄的包裹内面有猪肉，不论你是无说理或者是挑故意，拢爱罚。头一摆罚20万，第二届就罚100万啊！已经无初犯免罚的制度啊。检验器来回一直偏，找出是毋是有违规可寄的包裹。台中出现头一个非洲猪瘟，行政院解除猪肉禁令了后，边境防疫嘛搁较严。行政院会13确定，在月初6开始，架上有猪肉邮包的违规输入人员，无论故意过失，一律挨罚。头一届罚20万，第二届罚100万，取消头一届毋是故意免罚的规定。违规输入的这个部分，无论是故意或者是过失，一律就是裁罚。第一次20万，第二次就直接100万。那另外，关务署也针对高风险旅客货物人工的这个开箱查验比率，提高至少20% 以上。过往很多这种输入的时候，然后就当作我不知道里面是什么，然后变成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规范去逃避这个罚则，所以我们这次修改。你有任何的理由，我想经过裁罚了以后，可以针对行政的一些诉愿的部分呢，你可以提起相关的一个行政的一个救济作为。国内用喷饲猪禁令也未解除。根据环境部的统计，期间全国平均每天生产1779吨的喷，外界是烦恼喷用烧的强劲的排放第二性。对这代志，环境部是讲，焚化炉本来设计都有处理喷的功能，不过爱老嚼，而且会加严第二性监测一届，用烧的是第几做法。在检测方面，我们除了定期检测之外，在这次应变期间，我们特别要求各焚化厂要加测1次的戴欧辛。在中长期处理的去化将会朝向生质能源化、多元化或其他方式来处理。另外，针对防疫期间喷的再利用养殖场管理，地方环保机关目前正在进行第4波稽查，前3届完成率达到100%，拢总查到4件违规的业者，有依法处分。记者采访报道。中国放调讲要全世界追捕民进党立委辛碧荣。今仔日呢，这福建泉州公安局也大告示，被收集网称北京万南龙违法犯罪线索，甚至有检举的奖金，那准换作是台票，差不多是100万。但是陆委会就讲，这中共又搁伫遐做戏啊，故意制造台湾内部对立矛盾，呼吁台湾人就爱搁较团结的。我要反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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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攻大陆去，解救全中国的老百姓，实现上民主义。透过歌曲发讲要推翻共产党，歌手万南龙加网称北京，今年3月先互中国国台办举报时带头的拍手。13国去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发布赏金通告，公开本名、身份证字号者的个资，要对外订入2个人违法犯罪线索，各看情形提供5万至25万人民票。他悬赏是做样子，然后也制造台湾社会内部的一些对立跟矛盾。陆委会提醒，若是连台湾各地都无团结，安尼中共企图就会成功。行政院表示，这种跨国顶也未野蛮行为，是所有民主国家拢袂当容忍的。目前当咧甲国际社会合作，共同防范。万南龙是透过社群回应，风愈大，家己爱徛愈在，啥嘛无法度强迫。北京是笑讲，原来我嘛变新皮勇。They also warned me just few days ago and say that I could face a global arrest if I travel abroad. And yet I'm here, I'm sitting here in Germany.
and speak for my study, to speak for my country, to speak for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进前则互中国放掉全球暴力的民进党立委辛佩荣，12日伫德国国会出现，伫听证会以专家证人也甲立委的双重身份，分享独裁国家安怎利用假消息破坏民主体制。外交部长嘉良表示，中国想要互每一个人心中有红色恐怖，不过爱知影有一寡国家无风险，因为中国嘛无法度管遐宽。 中共那一套东西是要有一些前提，而且它执行下去会产生非常对它致命的伤害。第一个，它要透过这个国际刑警组织去发布所谓通缉，那你用什么名义去通缉？好，第二个，你要所谓去引渡，你要引渡条约，好，要有司法互助。 好，这些相关的条约，而且你还有他国内法，当地国也认为说它是个犯罪行为才有用的，对了。对于国台办讲，今日接受台湾以中国台办的名义参加明年伫中国深圳举行的 APEC 活动，外交部搁再声明，南方1991年入会名称是中华台北，陆委会搁示警，2014年嘛同款伫中国北京举行，当时担任总统的马英九准讲提醒有9日共识，不过中国立场根本无放零，明年中国敢会要求搁较济，南方必须搁较 积极面对。记者采访报道。洪洪洪台的警报已经解除啊，不过今仔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北部地区依然是落大雨。这2天天气有较凉寡，要等到拜六才会回温。那后礼拜呢，这东北季风搁再变强，上低温度可能来到16度。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这较厚的衫就要掀出来穿咯。洪洪洪台伫拜三暗时登陆了后，不偌久就减弱变做热带性低气压。 气象署讲，虽然风台警报已经解除，也毋过拜四台湾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基隆北海岸、汐止和台北的山区可能会下大水雨，也那各地买落地渐的准雨。而在明天到礼拜天这段时间，它的下雨会逐渐的趋缓下来，只有在迎风面的地方有一些比较零星或一些局部的降雨的雨势。那么到下周一的时候，因为再一波东北季风南下，东北季风刚南下的时候，它下雨情况比较明显，下雨的范围相对来说是比较广一点的哦。 气象署表示，拜五台湾要是吹东北季风，北部天气会较凉冷，卖落单山雨，其他的地区是侪云到好天。因来拜六开始，东北季风减弱，虽然温度回升，也毋过早暗要是较凉冷。北部华东地区和恒春半岛卖有低渐的雨势。 今天白天的高温只有22到23，昨天有29到30，所以这波的降温来到6到7度，感受是比较明显偏凉的。下波冷空气的低温呢，预估可能在周2到周3的时候是比较凉的时候，来到16到18度左右而已。气象署提醒，拜一东北季风会搁再变强，一直到拜三，各地气温来到16度，更外地区甚至会搁较低。提醒民众出门都爱加套衫，注意天气的变化。记者桂宗林、曾俊佑台北报道。 普发现金1万块，在过70进前完成网络登记的，已经有人领到钱啊！还未登记的民众会当伫咧后礼拜一用 ATM 领，或者是11月2日开始去邮局领现金，到时阵要去办的时阵，爱会记咧早证件。 政府普发的1万块现金，伫11月初10进前完成网络登记的，即马已经有人领到啊。然后对11月17开始，银行和邮局的 ATM 嘛通领。也咱11月20日开始嘛开放邮局柜台领现金，为着要缩短民众的等待时间，开放邮局领现金的头1礼拜，会做身份证尾数分流，拜1、拜3和拜5是卡数通领，拜2、拜4和拜6是双数通领。也毋过65岁以上的时代和身心障碍者，唔免分流，会当直接到优先服务柜台。 那分流是怎么样做呢？就是身份证字号或者居留证的字号的最后一码，135是单号，星期135是单号，246是双号。大概在首周的时候，我们会实行这样的一个分流。中华邮政嘛提醒讲，若是要用 ATM 领现金的民众，就要会记得查健保卡、身份证和金用卡。另外，若是要伫邮局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嘛是就要查健保卡、身份证。要若是要甲出来人领，也是会当，不过证件嘛就要查好照。如果是他人代理，就是来领的人必须带，除了要领的这个健保卡以外，临柜的人要带身份证明文件。临柜的人来领的那个人，他的身份证尾码。中华邮政表示，为着要配合普发现金1万块的政策，要特别做限量的红包录啊，提供予柜台领现金的民众做纪念。嘛，呼吁民众普发现金的相关资讯，就以在政府官方网站公告的为主。若拄到奇怪的信息和电话，会当卡165反诈骗专线。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破发现金1万块，有民众想要领现金，却互诈骗集团拐去啊！这高雄刑大已经查到2件诈骗集团用破发现金来骗钱案件，嫌犯利用这交朋友软体，甲假做是检警，甲民众拐卡片，有受害者一声就了上百万。请输入密码。甲金融卡插入去 ATM 准备领钱，对17开始，民众会当直接提卡去 ATM 领中央普发的现金1万；24开始，嘛会当去邮局柜台领现金。这摆中央普发现金的方式分做5种，其中有1046万人选择登记入销，不过也有民众选择家己提卡去领。你是选择怎么领啊？就 ATM 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临柜领比较安全。为什么会比较安全？怕被诈骗是不是？对，那个网络不敢乱点。有人选择登记入销，方便就好；有人是惊防骗，提卡家己领较安心。高雄刑警大队这阵仔就查到诈骗集团，利用政府当日普发现金，上空上胖来拐钱。这件是透过网络交朋友得到信任了后，就爱人提金融卡，讲要提钱领1万，最后钱无领到，口座嘛互偷用。另外一件是用假检警的名义来拐人，民众损失超过100万。这2起案件均是以普发现金为借口，再以假交友、假检警的方式诈骗被害人。那警方均立即动用大批的警力，在报案之后2天内，分别在桃园市、台北市缉获犯嫌到案，亦持续溯源共犯中。警方提醒，政府绝对袂用电话、电子批，也是手机假信息去甲民众讨银行口座，嘛袂敲电话叫人去 ATM 做任何操作。民众若是碰到可疑的人甲电话，拢会使先卡105去查证，唔通戆戆啊互拐去。记者郭家如柯兆勇高雄场报道。昨下晡有民众伫咧垦丁南湾的沙坡看到一只梅花鹿去互狗仔咬着伤，伊趴伫咧沙坡顶头哮喘。垦管处到暗时10点才把这只梅花鹿救起来安置。不过今早起，这梅花鹿煞因为吊车杆不幸来死亡。一只花鹿趴伫沙坡咧哮喘，因为4颗位啊有人甲注意到，伊想要过比较远的，结果行无2步。实在是惊无法啦，只好搁拍落。12下晡受到风台影响，南台湾风雨一阵一阵。伫恒春南湾的沙坡，有民众看到这只花鹿，敢若后脚互流浪狗夹着，一路走对海边啊。附近的民众甲狗仔赶走了后，想要协助花鹿上岸，搁烦恼甲鹿仔拍生惊，一直到暗时10点左右，保育人员才有法度挖进花鹿。垦管处和海巡人员合作，把花鹿搬到火车顶悬，要载花鹿返去垦管处处理空喙。不幸的是，垦管处13早起发现，这只花鹿已经死去啊！因为鹿仔类的动物会足够着车镜、产生经病的情形，打响了后，最后历尽死亡。这只南湾翕到的花鹿嘛是同款。本注与海巡也将该鹿只顺利的将梅花鹿带回我们本处的一个富裕区。不过因为今天早上发现鹿只已经死亡了，那初步判断鹿科因为容易受到紧迫，而且那个鹿只也因为这过程有受伤导致死亡。垦管处表示，这只花鹿确实有互狗仔夹着受伤，不过主要死亡的原因是惊到。屏东垦丁去年7月就捌发生花鹿互流浪狗虐，撞去海边收水的事件，代表恒春山区有流浪狗仔的问题。垦管处讲，会配合农业部的政策，宣导恒春的居民加注意流浪狗的状况。记者柯永哲，屏东报道。台南玉井沙田里有农民反映讲，这果子园定定出现沙滴，甲一寡芭乐树、金蕉丛夹长，上无有10个园区受害，而且这阵沙滴是规定来找食的正歹应付。目前农业局已经请人去看，也呼吁农民呢会当先设这电网来加强防护。农地内底出现卡叶，斟酌甲看，这卡形头前有较尖，搁另外有圆角形。农民研判是山猪流落来的。但玉这山田里的果园最近传出有山猪走入去偷食甲迫害，有10个园区有这款状况，受害包括芭乐、金蕉等要采收的物件，园区内规个芭乐落甲规死价。农民讲，若山猪食袂着，得规丛甲弄歹，地处现场乱草草，互农民真无奈。芭乐啊，若山猪，金蕉嘛有呢。像迄金蕉种伫遐吼，伊就规个拢甲伊打落来，甲伊夹到喙吼，落落来安尼啊。伊个芭乐虽然包足济，毋过山猪嘛食足济，一个拢食300多斤，毋是安尼尔，还阁有咧，一群讲拢规家伙啊6、7只，
这状况恁遮免哪防范啊？我无法度啊，只要有蚊啊就围蚊啊，若有铁片就围铁片啊。经过路局调查，当地山区过河2冬来，山地有出现大概北河南西南华顶所在，嘛捌出现过。那今年年初，玉石团组7只山地结冤结党，敢有甲即届同款，也该调查。为着防止这款情形，林业甲自然保育署提供电规班补助，协助农民阻挡野地入来。路局嘛呼吁农民踊跃申请设置防护设施，减少损失。反映农业局协助提出一些相关办法，另外也请我们在地的农民会注意本身的安全。那个山猪哈，那我们猎人到现场的时候就不见了，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些诱捕笼哈，那如果民众有看到山猪的踪迹的话，可以来通报我。公所指出，已经派人去受损的高峰勘查，嘛通报市府，因推测可能是高山欠缺遮耳，野地才会落山走吹。提醒各农伫偏远的地区做事的，通爱注意自身的安全，希望透过政府甲农民的合作，强化防护甲通报机制，守护农民辛苦种植的成果。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阵啊，因为这非洲猪只政府禁止用喷饲猪，为了要减少污染显影粪扫减量的政策，中华园林市公所要编预算安算一户上济补助5000块，让民众去买这油喷处理机。补助案若准有通过，上紧明年初就会开放民众申请。民众家厝内食剩的物件摕来清洁对待，中华园林逐个月大概收到265吨的喷。即阵因为非洲猪只暂时送去溪州焚化炉烧，为着减少喷扫量，中华园林市就按算编预算，要来补助民众买油喷处理机。安尼好啊，安尼好过用贵免买啊，菜啊，免买遐济啊。食剩无随处理掉，放久嘛是有味啦。若是有迄厨余机，会使随家处理你的，比较不会占空间，啊嘛较袂臭。根据环境部的统计，国内一日产生的喷大约有2000多吨，其中有超过60%拢是煮过了后提去饲猪。即阵因为非洲猪只，政府禁止用喷饲猪。中华园林市公所表示，为着解决民众油喷的处理问题，响应政府粪扫减量的政策，公所甲市代会有共识，要来试办油喷处理机的补助计划。那处理机因为是可以针对说征收厨余都去做一些去化的一个方法，因为我们园林其实也是在推广智慧城市哈，希望说有做不一样的一个去化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明年有做那个预算的编列就是由民众来提出申请，然后来做厨余机经费上面的一个补助这样。园林市公所表示，初步的补助计划按算成半50万的经费，一户会当补助一台油喷处理机，补助金额是40%，上济补助5000块。但是详细补助方案，阁要等市代会审议通过才会确定，上紧会当伫明年初启动补助计划。记者杨淑晴中华报道。南投县的天空步道，因为是真出名的观光景点，路要变甲无较热，佮再加上风灾造成一寡损害，部分景点拢放咧远啊，就互批评讲这是开大钱起的粪扫。县政府表示讲，目前有伫咧清点，部分的建筑是会当拆掉，或者是进行修复的。南投县有真侪开大钱起的观光吊桥步道，亲像第三天梯、信义琉璃公之桥等等。其中中寮龙凤水墙空中步道，列条过后画关起来，画已经拍远，有民众认为无使用，不如拆掉，互山林恢复自然。有人认为步道拆掉伤可惜。嘛是甲伊搁起较好的画的时阵，就会使互别所在人拢知影，阮遮搁有啥物物件。真的规划评估以后觉得不适合，那拆掉我也觉得没有关系。那就是未来要新建的一些新的建案、新的一些公共景点，那就要做一个长远的规划。有学者指出，即马观光趋势是开始重视自然景观，开发愈少愈好，也流行采用生态工法，用这山林原本的面貌。也强调南投即马需要提升交通方便性，毋是直直去人工景点。南投更加需要的是提升交通的便利性，另外增加客运的运输 ，U-Bike 啦、iRent 啦嘛是应该爱赶紧来增加。南投县政府表示，第三天梯因为灾后修复，明年3月会开放。琉璃公之桥已经修理好势，按正年底交予当地协会管理。中寮空中步道会由向公所找医生贴图。县府也有推出7大轴线的旅游那当然也会把这个
信义的琉璃光啊、竹山天梯这一些都会纳在这个7大旅游轴线里面。南投县政府强调，会继续清点观光设施安全性，协助乡镇公所征收甲转型，也辅导串联周边景点规划小旅行，发展深度旅游，打造永续的观光模式。记者辛欣怡南投报道。艺术家牛任宏做公共艺术26年，正到用金属结合动力等等来打造互动式的装置。落配调感了后，伊就改画图，希望会当和民众分享伊对生命甲艺术的体会。这回也受到第44届53年奖的肯定。行入很久大门，一只用金属打造的家，等咧迎接你。边叫大型的公共艺术，拢是艺术家牛润宏的作品。伊运用机械动力、透风甲透过人的手，来互作品震动，甲观众之间产生游戏关系。规空间哪像一个互动式游乐场。这几档伊的创作对反应、反射、反应延伸到转进轮。上面它的象征有一点比较接近植物性，下面这个东西就比较有一点动物性。农家主题牛润宏创作强调，就要有流动叮当的视觉，伊甲接机的概念带入去作品结构，起头爱先做薄瓦佮分解，透过白啊领具来甲元素连接做伙。为着要维持作品的运作叮当，伊甲团队每一步过程拢经过电脑的运算，佮投入大量的时间来做旁金。其实创作最主要就是咧解决自我的问题啦，就是讲伊随时拢对自我有真大的助力、真大的帮助。安尼，这个创作本身就是甲你的生活、甲你的生命结合在做一伙。今年68岁牛润宏，1977年对东方工专美工科出业，2002年摕到国立台南艺术大学造型艺术研究所硕士学位，40岁投入斯坦利做雕刻，做公共艺术创作高达26档。过去捌摕到台北美术奖、高雄奖，今年嘛得到53连奖的奖项。其实伫6档前，伊捌得到大灯岩、放慢脚步，艺术创作的路慢慢转向画图。画片的时间，伊就无法度用电脑，我就甲关起来，所以伊就安尼画安尼画。我有感觉讲伊的图甲伊的立体吼，袂感觉讲无共在迄个旋转呐吼，观念上足接近的。讲到创作的变化，伊讲咧画图的时阵，头壳拢无黑白相，伊靠身体动作变化来带领伊表现艺术的模样。即阵伊甲目前咧做的作品用分形线手法，譬如像天顶的云共款，表示人生的变化，想要表现出来后观众感受。自你内心指引的是什么物件，你就自然甲留出来，安就是对。这种主要是爱随你的感觉去执行啦。就歹去预测讲吼，伊是要创啊安尼。有时候吼想讲，伊敢若想要讲这，但是吼伊做的拢毋是迄。牛润宏长期投入公共艺术创作，思考艺术要安怎参环境共生。70年来，伊豆豆啊转向去了解家己的内心。即摆伊用创作来实践生活的意义，要甲正向的能量传达给大家，分享伊对生命甲艺术的体悟。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湾和韩国拢捌受过着威权统治，经过民主抗争，所以咱台湾的国家人权博物馆和韩国的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合作，推出着民主海报计划展览，邀请全世界50组正出名的平面设计师，用人权做主题，创作100件作品，目前伫咧国家人权博物馆展览当中。自我介绍，这幅图是台湾的设计师聂英正画的。伊参加台湾和南韩的民主海报计划，用海报来表达民主的自由言论、性别平等和人权。伊嘛是咱台湾唯一受邀请的设计师。让世界各地看到
台湾有释放出这样的讯息，台湾在性别议题上面其实是走得非常前面的。那其实世界各国的每一国在人权的其他议题上面也都有非常多不同的琢磨。那我觉得透过这一点，其实至少 highlight 了台湾在某一个地方走得比较前面。国家人权博物馆表示，这个和南韩合作，是因为两个国家过去拢捌受到威权统治，有经过民主抗争的过程。南韩的民主化运动纪念事业会表示，希望透过海报来交流，希望未来买当甲展览撒到全世界。因为这正象征着过往国家暴力的遗址哈，在这个民主深化以及这个转型正义工程的推动之下，已然成为展示民主以及这个记忆保存的人权教育基地。 지금 전 세계 민주주의 및 인권의 위기에 대해서 모두가 걱정이 많습니다. 네, 민주주의 포스터 프로젝트는 민주주의의 위기를 걱정하고 이를 극복하기 위한 전 세계인들의 공감과 연대를 이끌어내기 위해서 진행되고 있습니다. 这个展览由全世界50座出名的平面设计师以人权做主题，创作100件作品，伫国家人权博物馆展出。对11月13展到明年4月，也举办人权艺术讲座，以多元的角度来探讨民主的意涵和价值。记者陈心东、王志光台北报道。 咱来看国际新闻，讲到这美国政府竟然有暂时关起来时阵，这回是关43天，是有史以来上届久的一届。总算伫咧美国总统川普签这临时预算案了后选举结束。不过这民主党和共和党针对着病假医疗法案延长补贴，也是无解决。美国政府摕到的资金，敢若会当用到明年1月底尔。专家表示讲，这两党若准阁是敲袂好势，明年1月过后，美国政府才有可能会阁再关起来。 And it's an honor now to sign this incredible bill and get our country working again. Thank you. 川普伫临时预算法案大笔一个月结束43天，美国历史上上久的关门。白宫预算管理局嘛伫第一时间发布备忘录，指示联邦雇员13开始快速返来到工作岗位。伫这进前，美国众议嘛伫参与了后，以222票对209票表决通过法案。冻结的美国政府总算偷开时间。43天政府停止运作，联邦雇员无钱通领，空中交通大乱，加收入和人口流失完全中断，这拢会慢慢正常。不过，华府民主共和两党是一直拢伫怪对方造成的。Absolutely no question in anybody's mind now that the Democrats were responsible for this. House Democrats will continue to fight to address the health care crisis that Republicans have created. This fight is not over. We're just getting started. 民主党就大要见到的，就是40多天前，地区政府关门，甲打嘛还未解决的导火线——奥巴马健保，也就是病假医疗法案延长补贴。虽然共和党甲走票的民主党员承诺12月会进行表决，创下历史纪录的美国政府关门危机解除，不过无代表问题得到药方，因为政府运作所需要资金，敢若延长到2026年1月30，代表到时阵两党可能又搁会伫政府是毋是关门对峙。公司新闻安如梅编译。乌克兰当咧战争，不过政府高层却逼出着贪污的歹代，这是总统泽伦斯基身躯边的人牵涉着美金1亿的能源部门贪污案，包含着能源部长和司法部长拢已经正式落台。这件事件也或者乌克兰申请加入后面的进度受到正大的打击。乌克兰司法部长加卢申科甲能源部长格林丘克已经请辞，各向国会递交免职申请。这是乌克兰国家涉贪局查查指控能源部门大规模贪腐了后的最新发展。涉贪局当时指控总统泽伦斯基的亲信，影片这片人民迪奇牵涉到一件金额1亿美金、差不多31大票的能源部门贪腐计划，其中国家核能营运商国家核能公司嘛牵涉在内。Антикорупціонерів я підтримую. Ми підтримуємо. І це абсолютно чітка та однакова для всіх позиція. Жодних схем. 根据指控内容，明迪奇透过加卢申科协助控制乌克兰天然气甲能源部门的资金流动。加卢申科甲其他部长官员收受负责建造用来防御罗西亚攻击能源设施工程的承包商的乌色钱。明迪奇甲泽伦斯基关系真好，捌合作创立媒体制作公司。Ніби показує, що він проти всього поганого. Ційні скандали у нас вже продовжуються немалий час. І важливо не просто, мабуть, щось схоже на обурення.
бо йде війна, а у нас виходить, що у нас внутрішні вороги. 今年7月，乌克蘭全國爆發抗議，反對削弱烏克蘭國家反貪局加削貪專職檢察署獨立性的法案，煩惱烏克蘭可能會因為安尼失去後面候選國的資格。支付的歐洲友盤加7大工業國 G7 大賽，馬龍表達正關心。公司新聞吳文玲編譯。泰國甲 KK 集變園區的主謀來自中國的嫌犯謝志剛，正式交予執法人員押登去中國，有可能會改判死刑。這個謝志剛牽涉到非法白繳、詐騙人口買賣等犯罪。這屆泰國呢，甲人引渡登去中國，也引起政治性的討論。泰國曼谷嘅蘇凡納布機場有真濟武裝警察在戒備，中國籍當時由柬埔寨護照嘅謝志剛被押往警局辦理引渡嘅程序，伊互人認為是亞太新城案，抑個緬甸 KK 園區詐騙基地核心主謀之一。之前佇咧東南亞建立超過239個非法嘅保育平台，詐騙幾60億美金，也涉及人口誘騙加拘禁。謝志剛 is a suspect for his alleged involvement in Asia Pacific New City fraud case. Through the joint efforts between the law enforcement and the judicial departments between China and Thailand, She Zhijiang is about to extradite to China to face legal trial. 謝志剛1980年在湖南孝東一個農村出世，成長在桂林。中國警方2012年甲通緝，伊就改名做謝倫凱，繼續在東南亞活動。2017年，伊摕到柬埔寨國籍，改名改做謝倫凱，在泰國邊境建造最高國亞太新城經濟特區，也就是 KK 園區的前身。國際刑警2021年5月改發紅色通緝令，泰國警方依照中國方面的請求，甲人抓起來。泰國發現審理了，裁定引渡。這幾年 KK 園區互人講是台灣、馬來西亞華南受害者上罪犯罪據點之一。ที่เราทางการจีนเนี่ยเขาได้ขอตัวบุคคลผู้ต้องหาราย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ถือว่ามีความสำคัญสูงสุด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นะครับของ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นะครับซึ่งเขาก็ขอ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รามานะครับทางการไทยก็ได้ให้ความร่วมมือเป็นอย่างดีนะครับสำนักงานตำรวจแห่งชาติได้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จับกุมควบคุมนะครับแล้วก็จนถึงวันนี้เนี่ยเราสามารถดำเนินการส่งผู้ต้องหาไปดำเนินคดีที่ประเทศจีนได้謝志剛2002年在泰國被抓了後，幾多遍提上訴，想要阻止引渡，因為伊知影若登去中國一定判死刑。不過泰國法院在這禮拜上尾來駁回，因為引渡的時間拄好是泰王瓦吉拉郎公按算要訪問北京的前一天，所以互人質疑安尼始做是要互中國歡喜。中泰官方雖然可能政治操作，不過泰國這幾年積極清查境內詐騙園區，希望改善治安的形象，也重建加中國的執法合作。公司新聞張偉林編輯。咱做伙來看明仔載天氣。基隆、台北、桃園、新竹對20度到23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雲林對20度到27度。嘉義、台南、高雄、屏東對21度到29度。宜蘭、花蓮、台東對20度到27度。平陽、金門、馬祖對18度到24度。抑個未來3天氣象。新聞最後，感謝各位觀眾朋友收看今日AM新聞，我是嘉豪，明仔暗時7點，咱再相會。